正道。題目是心中檢一點家己，咱請曾牧師。親愛的姊妹，恁大家有新年快樂無？快樂的日子咧過足緊吼，一百年久，一禮拜的時間就過去，咱新春的假期就要結束，佑軒甲馬瑞國嘛要倒去奧地利吼。上帝，咱無論什麼種的時期內底，咱享受上帝予咱的生命。今仔日牧師要甲咱來領受耶穌伊所講的一句最要緊的話。伊講：心內爽享的人福氣，因為天國是因的。心內爽享的人福氣，因為天國是因的。咱若要領受上帝的天國，咱若感覺迄是一個足寶貝，咱已經愛留一個空間，毋是儲藏空間，是一個生命中間上寶貝。你的生命心，互主將伊的天國的福氣，甲伊家己放佇咱的內底。咱為着要領受主耶穌降臨佇咱的中間，伊所賞賜咱天倫的福分，咱當心閣一擺來祈禱。主耶穌，你的囝兒查某囝就進入你的聖殿，願佇你的聖殿內底當心來做禮拜，因為阮深深知影，當阮親近你就甲阮撒甲地地。主求你幫助阮學習生命中間真寶貝的功課，就是常常佔佇阮心中的，有時毋是上重要，反倒當有時是垃圾無好的物件。求天父上帝，你幫助阮對心中將自我最中心，用自我最中心的這種的態度，甲伊刷一邊。主獨獨只有互你掌管，互你坐佇我心中的寶座。你做我的主，互我心中最榮耀的空間，就是上帝你聖神同在的所在，是你的至聖所，嘛是你聖神徛起的聖殿。懇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互阮無論佇啥物所在做伙做禮拜，主你的聖神攏甲阮圍壘，甲阮助接，互阮進入主你的慈愛，甲主你聖神的充滿。主，互阮的心中不但減少阮家己。佫較濟，佫較濟，佫較濟，互主你的榮耀，互主你的尊貴，互主你的良善來充滿佇阮每一個阮的兄弟姊妹，大大細細，攏領受上帝國降臨佇地人，親就佇天人。願佇你的面前，較無的心來聽你的話，求上帝你的聖神將這個話變做活命，祝福所聽見的話變做活我的活命。求你甲阮撒甲地地。我來懇求祈禱，我給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所聽的姊妹，今仔日咱要學習的兩段的功課，一段是米賽亞，毋是米賽亞，米迦書第6章第8節。伊講上帝對你所要求的是什麼？兄弟姊妹，這咱攏會曉背。上帝對伊所聽的囝兒有所祝福，嘛有所求討。上帝伊會予咱，但是伊嘛甲咱要求。伊互咱愈濟，伊要求愈濟。伊講愛咱行公義、好人面，存謙卑的心，甲主相同行。兄弟姊妹，佇咱祈禱的時，你愛常常問講：主你所愛是什麼？你所愛的事我要做，你所無愛的事我要警醒，我不愛做。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對米迦書後來到耶穌基督，伊家己來到這個世間。只有一個人足清楚知影，當然足門徒攏知影耶穌是基督，但是有一個真正深深入上耶穌是啥物人的保羅，伊講伊本是上帝，卻是屈嫁家己。今仔牧師要甲咱學習一個功課，叫做屈嫁家己。屈嫁家己是一個無簡單的功課，因為咱攏愛人看咱有，人若用迄種無小心的，還是講看輕的口氣。比如講，你去買物件，佇百貨公司，你行入一個真水的物件，你想要挖去，想要買，迄個小姐，改成真看袂起咱，親像咱就是一個草地上的人，那像那噗噗伊可能想講咱今仔日伊來招呼咱是過了時間，用迄個無禮貌，用迄個無迄個眼神，兄弟姊妹，咱真容易，因為咱很在乎咱家己的地位。今仔我要甲咱講，佇這個時代內底，咱的囡仔愛學的功課，就是放棄權力。當我甲一個牧師咧談這個，佇我少年所讀的一本內地會的一本冊時，
迄個冊名叫做“你若要做一個成功好的宣教師，你要修身學習的態度，就是放落你用你家己做需要，用你的需要，用你家己做中心，放棄權力，這個態度。”當時我甲人分享這本冊，有真多牧師甲我講，你唔好講這種道理，因為這種道理真多人聽袂落。新學生聽了嘛會驚到，唔敢去讀新學院。我講，伊若唔敢為着耶穌放落一切，安尼伊趁早驚到好啊！伊唔通去新學院，因為伊去新學院，伊不但會驚到一個主動人認識耶穌基督。兄弟姊妹，這是今仔日咱這個時代做父母。嘛，袂曉教咱的囡仔，犧牲就是吃虧嗎？放棄權利就是無路用的人嘛？這個世間，逐個人愈來愈安那在乎自我的權利，對無？以前醫生真夠看患者，無論什麼種來，伊足自由自在，伊就甲伊醫治。即擺醫生開始會自保，自我保護，恁知無？驚什麼？驚醫療糾紛嘛？這就是人自我覺醒對權力的要求了後，人佇這個社會產生質變，本質上的改變。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咱學習耶穌基督。今仔日的腓立比書這段聖經，腓立比書第2章，咱對第40讀到第8節。這段話咱叫人佇聖經的中間最要緊叫做基督頌，就是咧講基督的耶穌基督的樣秀啦。耶穌本是上帝尊貴，但是卻屈給家己，取了奴僕的形象。真濟教會的領導者嘛無拄讀這段聖經讀有。我立志是要做領導者，我毋是要立志做人的奴僕，互人險來險去做差遣。但是耶穌卻是做奴僕的形象來成做領導。所以後來2000年來到教會，有一種咧講耶穌的領導，就是一種僕人的領導 ，servant leadership。所以咱教會來要做上帝所歡喜的忠職，愛先學做服侍人的人。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教會，咱毋是空嘴報紙。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互咱知影一項代志。這本冊伊叫做放棄權利，但其實際上伊原文的冊名嘛，毋是講放棄權利啦，伊就是講用真慎重的方式來使用你的權力，追求你的權力。伊講權力是你的，還是上帝的？你使用你的權力，你追求的權力，迄個權力到底是為着上帝，還是為着你家己？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今仔日的禮拜，咱有能力佇這個時代。咱對這個社會，咱會通帶囡仔來到上帝的面前。今年的總會有一個議題，就是要問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將來要怎樣去？所以今年咱的總會佇4月9日了後，有一個主題叫做“神學教育甲宣教”。佇阮咧做籌備會的過程中間，有真侪無共款的主張。有學校的新學院的教授院長伊問講，為什麼今仔日的青年無愛去教會？你敢無感覺青年無愛來教會？恁敢無愛來教會？為什麼有真濟教會因感覺青年愈來愈無愛來教會？毋是台灣的問題，全世界攏共款。50年來美國長老教會在攔腰一半，擱在攔腰。主流的教會都攏沒落。但是人伊的老師教授伊講，全世界毋是攏咧退步的教會，有的教會，伊佇遮爾困難的困境的中間，猶閣一直咧進步。重點，教會有親像耶穌基督無？今仔日咱做中級做保姆，為什麼你的囡仔有甲你來做禮拜嗎？有時咱的囡仔無愛甲咱來做禮拜，為什麼？因為咱講的一套，咱做的一套。咱嘴講的耶穌，甲伊佇聖經內底所講的，看到耶穌，有當時無一致。所以你的囡仔甘願安怎聽這個世間的聲音，較贏過聽耶穌的聲音。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囡仔一定愛注意。你注意有去上課無？對細漢到大漢有無？你的囡仔無去上課，你會緊張無？
大緊張啊，要變做總錯生嘞。但是你囡仔無來做禮拜，你會緊張無？當然嘛會緊張。所以弟兄姊妹，願天父上帝幫咱的教會，咱教出一種的囡仔是親像耶穌，咱的教會嘛親像耶穌基督的優秀。這是一個真困難的功課，把唔到家己，屈給家己，處蘿蔔的形象，這是世間人攏無愛。咱來去參加一個社團，咱來去參加一個活動，咱攏愛迄個招待吼，緊來對門口就甲咱帶去上太頭前，互咱坐佇上界主要的主位。啊，這恁咧辦喜事，恁攏會請牧師去第首位。但是恁敢捌老就為何耶穌坐？講牧師啊，耶穌唔免坐位，耶穌逐所在攏佇咧。是理論上是安尼，但是恁好款待牧師，你互牧師代表耶穌，甲恁做歡喜，嘛甲恁佇重要任何時刻代表耶穌。但是更較要緊，兄弟姊妹，咱邀請的是耶穌，毋是牧師。講有天父上帝佇今仔日個禮拜對咱講話，今仔日個世間人上驚就是吃虧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權益，連囡仔出世，咱叫做人本，有無？所以毋是出世，國民學校囡仔伊就出世，人出世伊就受到國家的幫助。尤其到我去美國讀冊的時陣，我真糊塗的爸爸，我甲伊辦護照，辦了毋對去，因為伊到我去美國，伊應該愛摕留學生的家屬的護照，但是我無注意到，我想講美國電腦到，毋是美國電腦，美國的這個 AIT 吼是足聰明的，伊知影我是留學生，所以互我囡仔應該嘛是愛留學生的囡仔護照，迄叫做 B1、B2， 官方的叫做 B1、B2 啦。啊，但是留學生的囡仔護照毋是 B1、B2， 我甲辦的是 B2， 所以去美國無法度讀冊呢。後來就四界去走狀去拜託，去當地要改迄個簽證。啊，有牧師娘帶阮專家啊去拜訪迄個美國佇肯塔基路無迄個海關簽證的所在。啊，迄個簽證的公務人員，伊感覺真奇怪。伊講學校會使拒絕你的囡仔讀冊。我就甲講，我簽證簽唔到。伊講無論合法無合法，囡仔來到美國，伊就受美國的憲法甲國家保護。所以任何囡仔伊若佇美國，伊到讀冊的時間，伊就是需要，伊就有權利讀冊。這叫做偉大的國家啦，權益，強者公正，弱者安全。但今仔日牧師毋是教恁打腫臉充胖子，毋是。權益拄啊好就好，權益不是無止境的要求。咱知咱的今仔日個時代，人追求這個權益。愈來愈濟，但是無一定愈快樂，對不？你有同意嗎？所以弟兄姊妹，捨與得愛真平衡，咱付出的甲咱得到的愛真平衡。人若敢若直摕，有一日咱到親像迄個資源回收的迄個厝安尼啊，對1樓到3樓，大家空間攏同保特瓶啊，遐真濟遐垃圾廢紙啊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咱的人生愛也要給予，在給予的時候，我們便有所得；在給予的時候，我們心裡面就有喜樂。咱的感覺，我為了主，我做一項代志，就是憐憫人。兄弟姊妹，人的存在不是干那錢，人的存在嘛不是干那權益。有當時當你放下權益的時候，你會感覺講，我安尼做是對的。事事啊贏，你捌聽過這句話無？古早人、時代人甲咱講，你今仔日去上班，今仔對着鬱困，有當時好親像天塌下來，但是不要緊，唔能急，事事啊贏。所以聽你們講，今仔日個禮拜中間，咱無親像這個少年人，這個少年人做耶穌是永遠會當明白，什麼是入天國，什麼是得到永遠活迄個死去所死。耶穌甲伊講，你去變賣你所有的家業，然後你來跟對我，捨去跟從。這是兩個對耶穌真要緊的功課。但聖經講，這個少年人憂愁頭殼累累，
就離開。後來有解說，講這個人真好驚，伊放袂落伊的家產，所以伊講這個耶穌才講一句話，講天好嘢人入天國惡人。耶穌學生嘛，甲伊回答講：那安尼啥物人會當入天國？偏講阿都無一個人有迄種氣魄啦。兄弟姊妹，毋是2000年來有真濟甲耶穌同款的人，屈給家己取了蘿蔔的形象，真做人個頂死，死佇是為個頂懸，然後個活。至於死地而後生，佢今仔日十字架的道理，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一世人無一定明白十字架伊真正的奧妙。至於死地而後生，這是一個中文。但是耶穌就是死佇十字架頂懸，然後擱活。以後世間人知影講，人賺得全世界，卻賠上生命，無簡單。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因為耶穌所講的每一句話，攏是咧挑戰聽道理的人。兄弟姊妹，咱若聽道理，毋捌拄着迄種心內的衝突，那安尼迄個道理毋是真正，是你所需要。那是真正你所需要的道理，是你聽了，你會深深去思考，講我甘願意用更較大的代價來換上帝所要予我的天國。天國若是遐爾好，天國若是遐爾寶貝，我敢毋是應該佇我的生命中間留一個空間，互上帝伊的寶貝國會當臨到佇我的心，親像佇天堂共款。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禮拜。你通花手佇你的心內，你甲主講：主啊，佇我一生中間，若迄個無需要的慾望，佇我的生命內底，若迄個無需要的慾望，無正確的慾望，主，你將迄個慾望摕掉，互我安然自在，互我會當佇主你的面前，對主你的腳步。今仔日的聖經記載佇咱的這個金句，伊講謙卑的人有福氣。因為天國是因的，虛心的人，虛心的人的意思就是講，摒空你家己，去自我中心化。你捌聽過這句話嗎？去自我中心，自以為是，自以為重要，人常常感覺我是上重要。但是在聖經中間有一種的功課，叫做去中心化，就是講要啉清氣的水，愛摕清氣的杯仔。內底，閣有你的杯仔內底若攏遐個生，毋是生菇，臭酸氣的物件，或者你敢會閣將一個滾水放你內底安啉落去？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每一個兄弟姊妹面對你家己的需要，看你的內心，願上帝國降臨佇你的人生中間，願上帝國進入你的家庭，也佇咱共同的教會。所以耶穌咧呼召學生的時陣有兩個動作：第一，放落家己背伊的十字架來跟對我；放落家己背十字架。那安尼十字架是啥物？十字架是咱人生生命的使命，咱的目的，咱佇人生中間會當為上帝所做美妙的事。原來佇今仔日的禮拜，牧師講少一點自己，另外一個較積極用多一點什麼？多一點耶穌，多一點天國，多一點別人。咱的永遠用家己做中心，咱袂去考慮別人。但是，咱的心內若多一點耶穌，我們會看見一些需要耶穌的人。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上帝對你講話，佇聖經中間四本的福音書攏講了這句話。然後人要做我的學生，就愛來跟對我，放落家己。將你的主張，將你的想法，將你自以為是，將你用家己做中心的，迄種的態度。主啊，我將我請一邊，主，我邀請你進入我心中掌權，你佇我心中掌權，你佇我的生命內底你做主。兄弟姊妹，基督徒上重要的功課，教會上重要的功課，就是上帝做主，上帝所講的話遵守。毋是你講的遵守，我講的遵守，毋是。佇咱中間攏會有衝突，迄叫做利害
利益的衝突啊。人會亂吵吵，最重要、最大的困難就是當人面對家己的利益還關係的時候，六親不認啊，有無？那為着產業父母離開了後，兄弟姊妹冤家怎麼變過啊？兄弟姊妹，利益拄好就好，適當。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做面前來軍隊主耶穌。所以，一個會曉將上帝擺佇你的生命中間，互上帝坐佇你的心中、心思意念、你的價值觀念的上重要的地位，你會有正確的價值觀，然後你會享受一種非常尊貴的人生。一個若有上帝佇伊的生命中間，伊袂自卑感，伊嘛袂感覺講一生有所遺憾，因為咱若真心軍對上帝。咱若真心軍對上帝，咱的是上帝的，上帝嘛是咱的。這個道理好講，但是歹了解。上帝啊，我的就是我的，啊，你的嘛是我的。這種基督徒較濟。兄弟姊妹，咱的嘛是上帝的意思是啥？當若有欠過的人，咱敢甘，咱敢甘，咱敢肯。犧牲淡薄，犧牲淡薄，咱甲伊安那分享。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今來，少一點自己的人，神就能夠為他成就更美的事情。兄弟姊妹，一塊碗原本迄內底的物件，若臭酸，巧巧的負責人，咧料理家庭的負責人，巧巧的物件。那迄個鼎面內底卡湯，那臭酸的，伊會捧出來，伊會親人食無？我斷袂，一定會甲伊討講，因為多吃無益，反倒會敗害。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咱真少來聽今仔日的聖經。今仔日聖經到底甲咱講什麼話？兄弟姊妹，有耳孔的人就聽，毋是聽牧師的講道。牧師是上帝聖經話語的奴僕，牧師的責任是解說聖經給咱聽。牧師是上帝話語的奴僕，有耳孔的人就聽，毋是聽牧師的講道，是聽聖經講解出來伊的信心。上帝捌指示你是毋是好？兄弟姊妹，你敢真捌？佇你的一生中間，當做何事為美？對少年到年老。你捌真認真教你的囡仔選擇伊的職業，你捌真認真教你的囡仔選擇伊的將來，你捌真認真教你的囡仔認捌正確的聖經內底的價值觀念，捌無？或者你是用你的價值觀念來教你的囡仔，什麼叫做成功？人若講會賺錢叫做成功，人若講社會地位較高會當成功，人若講伊佇社會中間是會當欺騙別人的人，迄種人叫做成功的人。兄弟姊妹，這毋是聖經內底伊的假使。求天父上帝幫助咱，耶和華指示咱什麼是好，願耶和華互咱心中有智慧通明白，行公義盡人民謙卑。甲上帝同行。今仔牧師講的主題就是這三項的上尾一項，存謙卑的心，甲上帝同行。兄弟姊妹，若毋是謙卑的人，無法度進入上帝聖殿。這是2000年來佇靈修傳統中間常常出現。伊講謙卑就是一個樓梯，一擺謙卑，兩擺謙卑，三擺謙卑，四擺謙卑。這個樓梯，謙卑的樓梯，會引帶人到佇上帝至關的聖所。所以2000年來靈修中間安尼咧教人靈修，就是一個若袂曉謙卑的基督徒，伊就是還無成熟的基督徒。一個袂曉謙卑的基督徒，伊真困難進入上帝的至聖所。兄弟姊妹，謙卑歹教，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在神凡事都能。佇咱困難，但是上帝幫助咱。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上帝聖神還手佇你的心上，
讓咱沒有為難之處，好不好？求上帝讓咱頭膀自由，讓咱安穩自在，也讓咱聽上帝的話，無心中感覺見笑，無心中感覺淒慘，無心中感覺倒撇。反倒當咱安靜講，主，今仔日你咧對我講話，我知，主幫助我，主幫助我，因為你既然刺察我的心，是為着要提升，你要提升我，佇謙卑的中間一擺，會當到上帝你的聖殿，條件你的榮耀。這是耶穌基督留予咱的模樣。聖經腓立比書保羅是一個真正是第一代認捌耶穌基督的使徒。伊講耶穌反倒當摒空家己，將伊所有的，所以保羅有另外一句話講：耶穌本是富足，他本是富足，卻將他的富足豐盛，給世間人摒空家己。互伊周圍的人才做一個享受到有剩，然後伊才知影貧窮。佇靈修的中間，咱把這種的態度稱為神平心性的簡樸的生活，甘願為上帝過頌揚的生活。恁攏捌看過這種人，但是咱無一定會選擇這種的人生。咱常看會到就是阿嬤。另外一個咱捌聽過的人叫做德蕾莎修女，佇印度。閣有佇波利波基，最近拄70周年，因咧感謝早期波利的創辦。兄弟姊妹，咱攏冇看過這種人，但是咱無一定願意成做這種人。但是這種的人是軍隊耶穌，兄弟注意，那軍隊耶穌的人，伊值得咱軍隊。你敢願意為着耶穌基督？摒空家己，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一點啊，對咱提出挑戰，一點一擺提出邀請。德蕾莎小女伊咧鼓勵伊身邊的追求信仰的人，伊講踏出第一步，再過來就不再那麼困難。第一步，第一項，拍開咱的心門，這個動作，第一擺甲主講我願意，第一擺幸福，第一擺會幸福家己，謙卑家己，第一擺，若開始，聖神入來了後，咱就會自由自在，會活潑。兄弟姊妹，你若有為難的事，唔免太過於苛責，你發手。你講主，今仔我聽到聖經的話，某一句話對我來講，我感覺有困難。主啊，憐憫我，我的信心無夠，幫助我。親愛兄弟姊妹，願咱攏尊貴，願咱攏享受主耶穌基督真做咱的主，摒空咱家己，才會當承受主耶穌。閣有保羅是一個懂得耶穌基督的心。今仔日牧師讀這個話，牧師要用這句話鼓勵你。在你的生命中間，你需要一個好的老師，伊唔是叫做莊孝生牧師。咱每一個基督徒，若要成做真實實的基督徒，咱需要對聖經內底好的使徒，甲伊產生一種生命的互動。你來讀保羅的批，通過保羅的批認識耶穌基督。保羅是一個認捌耶穌基督的人，伊對整個福音講得非常的清楚。伊講，若毋是聖神踮佇人的內心，無人會通明白上帝；若毋是上帝聖神踮佇人的內底，嘛無人會通知影伊的一生的生涯規劃、人的事、何去何從。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咱甲主耶穌講：主耶穌，你是保羅的主。主耶穌，你嘛是我的主，你願意嗎？主耶穌，你是保羅的主，你嘛是我的主。我咱就今仔日的禮拜，這主耶穌互咱課，這主耶穌互咱學，這主耶穌互咱學習，這主耶穌將伊的心放佇咱的內心，伊的心跳。
咱的生命產生共鳴。願天父上帝用伊的疼摸你的心，你甲主講，你為我死，我願意為你來活。今仔日在活，不過再是我，乃是耶穌基督點佇我內面的活。今仔日的金句第一句講，當我已經將我家己甲耶穌基督當釘佇十字架頂懸。兄弟姊妹，你願意將你舊的生命交予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嗎？愛改變，兄弟姊妹，為着咱家己好，愛佇真光照、真道的頂懸來改變咱的生命。求天父上帝幫助。腓立比書第2章第40到第8節是一個真重要的聖經內底講到耶穌基督伊的形象。一個人若不要謙卑，一個人若用家己做中心，就是表示伊對耶穌的認識了無夠。一個真正認識耶穌基督的人，伊願意親近耶穌，互人無保留，摒空家己。願天父上帝祝福咱，做伙組織對上帝得堂教會，咱做伙起做一間，互耶穌基督佇這個所在差派，佇這個所在教示，互咱的生命親近耶穌基督。腓立比書教咱講，耶穌是一個放下自我權利的人。放下自我的權利，重要的是講，將你的價值觀念，將你的心思意念，對家己，敢若看家己，我倒轉來，只有看上帝。將咱生命的重點轉移在上帝的身上，用耶穌基督的心做心。兄弟姊妹，讀聖經的目的是為着要明白主愛什麼。讀聖經的目的是為着要愛了解上帝愛咱做什麼。存謙卑、存憐、好公義、存憐憫、謙卑，甲上帝同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今仔日聖經腓立比書第2章第4節安尼講：恁逐人無佇顧家己，也着顧別人。那用耶穌話，伊叫做愛人如己。愛人如己，兄弟姊妹，願主耶穌呼召咱，互咱佇心中無勉強，但真正會當互主以家己的話，成做咱的話，也佇咱的人生。學習咱的主耶穌基督，摒空家己，屈給家己，屈就自己，屈給家己。兄弟姊妹，屈給家己，毋是失去家己的自尊，毋是。屈給家己嘛，毋是失去你的信心，毋是。屈給家己是一個謙卑，是一個有疼憐憫的心，迄叫做屈給。你若看到一隻狗仔去互車咬着，佇咧路邊無法度爬起來，你會活去甲伊幫襯嗎？迄叫做屈給。咱若看到有需要的事，咱的救困，咱的陪伴。咱裡面的心油然而生，所以兄弟姊妹，動物甲動物都會安尼。阮兜迄隻老漢仔，一禮拜上帝甲伊帶倒去，在天堂誠做會飛的狗，會飛的狗啊。佇咧暗頭啊，伊漸漸愈來愈無呼吸，到伊無呼吸的時陣，我甲陳牧師甲伊帶起來。帶了，我發現咱教會有一隻野貓叫做小菊啊，迄是一個細隻就互遺棄的貓啊，目睭，因為媽媽無甲伊清好清氣，所以迄個出世的貓目睭就發炎，所以視力就無好。竟然小菊等我甲漢娜帶了，伊去拍佇個漢娜的身邊，連動物朝夕相處一段時間，狗甲貓是原本是不相往來的。但是竟然小菊去拍佇個漢娜伊身軀邊，而且咱無敢有比狗仔甲貓仔較無路用嗎？兄弟姊妹，無看見家己，屈給毋是自卑，屈給毋是自卑，是謙卑，是一個選擇。保羅講：當我甲耶穌基督同釘十字架，當咧我無擱再是我，乃是主耶穌基督。點佇我內面的話，
兄弟姊妹，當咱經了上營，要離開到禮拜堂之前，你花手直接祈禱講：主感謝你，佇今仔日個禮拜，我成做新的人。主耶穌，今仔日個禮拜，我要成做新創造的人。求你點佇我的內底，互我成做新創造，舊的代志攏成做過去。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尊名，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對今仔日到世間的路尾，咱的主耶穌攏甲你相合佇地，咱的主耶穌攏甲你相合佇地，嘛甲你的囡仔相合佇地，願主甲咱相合佇地，因為伊聽我，為我放上伊的性命佇十字架頂懸，伊為我死，我要為伊來活。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對年頭到年底，無事甲咱分享兩個祈禱。第一個祈禱，天天背十字架，跟隨耶穌。你的胸前有一個十字架，你會當常常按着十字架禱告。主耶穌，這條十字架的項鏈提醒我屬於你。主耶穌，我佇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我承諾。我要將我的一生獻給你，祝福我一生叫做無病厄餘。你若肯使用我，照你家己的旨意來使用。主帶我，主今仔日的我無擱再是我。兄弟姊妹，將神擺在首位。咱若要做基督徒，愛做真的基督徒。咱若要做基督徒，愛做真的基督徒。牧師一開始有講。有時咱的囡仔無去教會，為什麼？因為咱所講的耶穌，咱所講的信仰，甲聖經所講，有時有距離。這句話毋是我的話，我捌甲恁講一個人叫做約翰斯托德。伊講為什麼正教會攏做拍拼咧做宣教的事工，但是效果較遐爾歹，挽不住的人口的流失。是無智慧嗎？無信任伊的老師嗎？毋是啊！全世界主流的教會、歐美的教會、外面做信仰家，但是挽回不回來，挽救不回來，這沒落的教會。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咱無真正用耶穌基督的方法做咱的方法；第二，咱無耶穌基督的聖神活佇咱的生命中。這嘛是阮佇總會咧討論講，為什麼有的教會一直咧衰爛，但是有的教會卻是佇急流當中卻是一軍獨起。其中比如英國對無？就是有活命、有聖神、有上帝的教會，無論什麼種情景，伊攏是成長的教會。主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像這你若願意，你甲主耶穌說要講，主我願意，我願意每一天。等我身軀了，我開始掛了我的十字架，這十字架，一直到我睡覺之前把它拿下來。剛才有當時咱咧困，咱嘛無拿下來，不要緊，24小時都帶着耶穌基督。願上帝甲咱相合佇地，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隨他。保羅講：我已經甲耶穌基督同釘佇十字架。兄弟姊妹，將你的習慣、將你的個性、將你的錯誤的思想、將你舊的老我、情欲的黑氣的人，甲耶穌同釘佇十字架頂懸。主耶穌憐憫咱，主耶穌憐憫咱啦！來學習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用耶穌基督的心。做咱的心，互主對咱講話，互咱聽得懂耶穌的心跳，心中少一點自己，因為上帝國就是咱的。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每一個兄弟姊妹，將你心中內底垃圾拿掉，互耶穌成做你的幫站，主甲你相合佇地。謙卑的人福氣，因為天國是伊的。謙卑的人福氣，因為上帝國，一個謙卑的人伊跪落來順，一個謙卑的人伊跪落來祈禱時，聖靈翩然降臨，
上帝聖神是來到謙卑的人的生命中，將咱家己擺一邊，將上帝放佇咱的心中，將咱家己擺一邊，互上帝佇你的心內做你的主。主幫助咱佇第二個祈禱，時間了未？第二個祈禱，兄弟姊妹，咱是上帝的囝，愛記得，因為耶穌講，天國是恁的。天國的囝愛親像老爸，咱的老爸伊愛心的。今日聖經講，愛你行公義，愛你心存憐憫，愛你謙卑，甲上帝同行。謙卑甲上帝同行，就是心存敬畏的心，敬畏上帝的人，誠心就甲伊撒甲佇地。願天父上帝，互咱知影，今仔日牧師毋是甲咱去做去食。有個人會講，牧師你攏太高調、太理想化。你安尼教阮的囡仔，阮的囡仔若逐項攏放棄了了，伊就1200啊！兄弟姊妹，那1200是上好的，因為獨得天國的頭彩啊！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兄弟姊妹，這毋是理想，這是聖經，這是信仰。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咱甲主講，主，你賞賜保羅的靈，你賞賜保羅的聖神，嘛甲我撒甲佇地，好，幫助我，互我親像保羅懂得你的心跳，聽得懂你的聲音，互我親像保羅會通捌你，甲食深，會通捌你甲食深。最後，咱都要甲保羅所甲咱講的話，心中多一點別人，無你干那考慮看顧家己，無你干那顧你家己的權益，分享、憐憫、體貼，分享我你的身邊的人，體貼你身邊的人，食一點仔虧，當作是榮耀上帝。做憐憫的，因為你本嘛是對我安尼。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什麼叫做聽？放棄權利，其實就是保羅寫佇哥林多前書13章，較通常互人隱藏無讀到的話，不求自己的益處，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咱攏讀起來愛的詩篇，愛的真諦，但是咱真少讀這三句話：不求自己的益處，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伊的聖神降臨佇你的心內，伊的話入你的耳孔，直到你的心思意念。上帝的話入咱的耳孔，直到入咱的心思意念。咱同心來祈禱。至聖的天父上帝，阮同齊佇你的聖殿，為着阮的生命的改變，阮發出祈禱。主，阮要將阮舊的活命，甲你同頂佇十字架頂懸，主耶穌求你憐憫幫助我，互我會當學習你的模樣，摒空家己處奴僕的形象。主幫助我，常常屈下家己，摒空家己，為着要得到你天國福音的充滿。主，你祝福阮的兄弟姊妹，佇因的人生中間，嘛承受上帝國臨到，佇心內親像佇天靈。主，這是阮的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尊名求，阿門。